我才知道你们今天有在这边参与。如果你们没有照相，我就不晓得你们有参与。来，快点 c o m 啊，你们在这里做我都不晓得啊。啊，你们有照相哦，原来吉娜、干妈他们都有来参与哦。可能要贴到这里才照得下去。我在哪里？我的位置？哎，没有人帮我摆，那我就坐在地上。哦，我要大字开吗？好，来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原住民棒不棒？棒棒棒！一起棒你秀。三枪肉好不好吃？好吃又硬。哎，记得竹枪晚上射哦。哎，不要白天射哦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来自桃园的各位朋友，我们谢谢他们，来，我们送他们上车哈。你在追车？来，各位朋友，部落的青年，我们来送我们的朋友们上车哈。来，我们排队来，我们到游览车那里，我们做最后一个工作哈。不能送那个剑啊。来，该是你的东西后就带回去哈。小朋友有请你们制作的弓箭，还有竹枪。那边桌上还有吗？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时刻，回去你要做功课哈。去拿。暑期功课就是做童玩 DIY 哈。好啦。我姐姐上次镜头了。谁啊？我。你。上次镜头。来，我们所有部落的青年到游览车这里来。哇，好热哦。谁？来。快点啊，送人家走。你哦？真的吗？200块呢。来，快点。我就坐车的钱而已。小李家。没有，小李拍这个真的很累呢。要手背的，哎，要手背的。好了，就给他带回去了，快点。有，你现在来就拍到了。你们现在去欢送别人？对啊，欢送他们啊。欢送公主。哎。我老公主。我们呀。我们。送法送人。没有办法像你们那么快乐。我要来的话，从那个台湾的最北端，从基隆要跑来这边，哎，也是很累。来，然后那个可以找那个车子到那个陈家洲的停车场。哎，你们走出去了，走出去了，晒到太阳了，这样我就没有听到这样男士应该做的工作。哇，这么好！我是在这里吧。别个老师叫我跟。好，在这边。在哪边欢送？在这边欢送。拜拜。这个公回的是要不要？那个伞是我们的。拜拜。记得回念哦。拜拜。OK， 小心哦，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再见。以后不要再来。拍一下喝酒的我想吹冷气。拜拜。好可爱，小妹妹，玛丽玛丽。再见。拜拜。长官呢？他们那个长官。
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在这。拜拜啊！姐妹，松爆开。苗族姐妹花。蒙古人，苗族。好。拜拜。有什么飞的？哎，你的安东尼老婆飞，你去找她。安东尼哦。拜拜拜拜。来这边，他们在照相。去里面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好，辛苦了。辛苦，不会，谢谢，拜拜。台湾需要多一些这种的，应该多一些。对啊，好，加油，拜拜。快拍完了啦。都没有拍完。好，拜拜。好累哦，热死了。这是我们的摄影机的掌门人。你说什么？摄影山上的掌门人，还有什么？山上。哎，你不要照我。我不要照你吗？那就要照一下。来，就是要帅才合照啊。超帅的啊！那我要用相机。好。阿力有。嘿，阿丽。帅哥要自我介绍。我叫做安娜达，他叫做阿龙。阿龙。好，这边。没有关系，你要跟我照一下。你喝酒醉了哦。你又要那个了，你要干嘛？要拍个照啦。哎，你住哪里？我们今天就回去了。对，那改天什么时候要来？改天以后有机会。叫阿力。啊？说什么？喂，你要去哪里？拍完了啦。拜拜，谢谢，再见啦。跟我挥手，我也是要回去啊。手就很像有种被炸起来。对啊。别吵，我玩。再见。哦，你干嘛这？拜拜。哇，今天活动非常好，是吗？他们都很开心啊，对呀而且都有玩，还让他们知道这里有英文老师在教英文。拜拜。哦，有3台耶！哇，这么多人哦，3台游览车。谁啊？谁在哪一车啊？再见，拜拜。耶！成功了！我们都是个人演哈，在那边对吧？哦，哎，九九这个不用拍了吧？想要吗？